到底家用漂牙好定係診所漂牙好呢？嗱，好多時咧喺一啲嘅連鎖店裏面咧，都會買到一啲家用嘅漂牙劑嘅。到底家用漂牙好定係專業漂牙好呢？當然就梗係各有各好啦。呢個世界冇絕對好嘅方法，只有合適嘅方法嘅啫。家用漂牙嘅好處就係萬流尾袋，做得耐啲都冇所謂，敏感程度比較低，價錢都比較平。唔好處就咩呢？如果你有敏感嘅時候，你要睇醫生，甚至乎如果你啲牙唔係咁清潔，牙上面有漬有牙石，漂牙嘅效果當然係大打折扣啦。仲有喎，如果你啲牙係曾經補過牙、整過牙而有假牙嘅話，漂牙效果可能成棚牙呢嘅顏色都會唔一致嘅。專業嘅漂牙嚟講呢，個好處就係咩呢？當然個效果由醫生控制啦，但係個唔好處係咩啊？第一，敏感嘅程度係會比較高嘅，因為速度比較快，1個鐘頭就要起貨。另外一樣嘢就係成本當然比較高啦嚇。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啦，專業嘅漂牙系統嚟講呢，一般人就買唔到嘅，甚至乎而家進行漂牙嘅程序呢，都係要由正式嘅註冊醫生去到實行嘅。